2024年台南400，我们其实有很重要的精神得一起台南世界交配。去年台南400结束了后，原台南市文化局长郑淑燕转去到成功大学历史系任教。局长的职缺目前由副局长林伟旭代理，不过今年是府城建成300栋，同时阁要协助筹备台南国家美术馆等文化盛事。过来艺文甲基层文化界相当关注，大家拢在约是虾米人？前280年的时候，其实台南的民间已经开始在倡议这件事情。针对文化局的人选，台南市长黄伟体有讲线说，是学界女性比伊较少年，大家就开始点名。其中台南大学教授潘青林、成功大学教授陈玉茹、陈梅卿拢互讨论。南艺大文化相关科系的这老师嘛，拢有符合要求。市长已经否定成大了，他说为什么一定要成大？文化局长我们当然因为他是从学界来的，所以要通过校务会议来完成借道手续，所以大概是3月底4月初的时候就会来。台南市文化局长对城市文化发展相当重要。前任局长郑淑燕以及副市长叶铁山，拢有文书素养甲行政经验，因此未来人选引起各界期待甲烦恼。不过答案上紧伫3月底就会出炉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